大家平安。感谢神，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再次聚集在圣殿当中。好吧，我再邀请大家再一次从我们座位上来站立，我们一起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与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哈利路亚，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是良善的主。主啊，我们要来信靠你，我们要来跟随你。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
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路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停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停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爱你。大家请坐。
一向喜爱圣灵的生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能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不再是奴仆，是神儿子的心。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得赎的盼望。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坐着唱就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谢神，让我们在经历了2024年，即将要来到了2025年，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被改变呢？我们是不是有照着神的旨意来走呢？我们刚才在读的这个罗马书8章1到18节，有机会你回家可以慢慢再细读，里面有非常多神很好的教导，我自己也领受很多。我在准备这个章节的时候，神有3次给我这样子的提醒，给我这样的章节，就是要这个罗马书8章1到18节。是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我们不能今天活过了，明天活过了，今年活过了，明年又活过了，还是没有改。所以我们来修正我们来调整我们，求神也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我们特别要来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来祷告。我们第一项，我们来主前祈求，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悔过的心，向神认罪。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罪，我这个人很单纯，但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你自己不知道的罪。求神向我们彰显，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悔过的心，包括你可能有坏脾气，你可能有没有耐心，这些我们都要向神来认罪，神来调整我们。所以等一下自己向他祷告，我们来到主前祷告。第二个，学习遗忘，打开饶恕的门，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打开饶恕的门，我们是不是还在一直讲以前谁对我怎样，以前谁对我怎样？我们不小心就会又脱口而出，就不原谅别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遗忘，打开饶恕的门。还有第3，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是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他的宝血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被定罪。过去可能有人说你不好，说你不够优秀，但是神说我不再定罪你，你是我的孩子，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宝贝又宝贵的儿女。所以我们一起来开口，用这4个大项为我们自己大声的开口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的罪在你的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亲爱的主，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有悔过的心。主啊，让我们学习遗忘过去，我们饶恕的门被打开，我们原谅别人，我们学习耶稣爱人的心。主耶稣，我们帮助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的生命不再被定罪。主，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你的儿女。是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是的，主，谢主，谢主。是的，主，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的话语在你的面前，求你我们悔改的心在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所以谢谢主，谢谢主帮助我们，谢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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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第2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活出圣洁喜乐的生命，特别是圣洁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可能我们过去有一些生命的问题，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挪去除去我们的旧老我，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生命得到翻转。特别让我们第2大项，远离各样罪的捆绑，胜过肉体的私欲或软弱。还有就是第3，就是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当行的道路都不偏离。求圣灵真的内住在富强人每一个富强人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生命来献上祷告。是的，主啊，
赞美你，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活出圣洁生命。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那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或是话语错误的生命的连结，或是人际关系错误的连结。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除去我们的旧老我，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的过去的生命。主啊，我们信心不足的，求你来提升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远离各种罪的捆绑，我们胜过肉体私欲软弱的。主啊，那些不好的坏习惯，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的。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特别求主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哈利路亚！主赞美，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路亚。第三，我们来为着我们的生命只为主发光，被主所用来祷告。我们的生命如果只为主发光，这是非常棒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只为主发光。你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的生命只为主发光。我们的生命只为主发光，我们要被主所用，而且我们要谦卑领受主荣耀的呼召。我们富强教会在后年就是2026，就是我们的50周年，我们要谦卑的领受主荣耀的呼召。我们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的服事不是讨人喜悦，我们的服事要讨神喜悦。记得我们的服事要讨神喜悦，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付出行动去爱，去结果子，让我们富强教会的位置坐满所有的果子。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啊，我们的生命只为你发光。主啊，我们的生命只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谦卑的领受主你的呼召。主啊，是你的荣耀的呼召。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富强人都要领受你谦卑的呼召。我们呼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是的，是的，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你荣耀的呼召就在当中。主，你要赐福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我们更愿意去付出爱。去关心人，去爱人，让我们的教会多结果子，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多结果子。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更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跟神说，求你帮助我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灵。献上我们的
声音。家庭祷告，也为家庭祝福。首先，我要请秀兰姐妹为我们弹一小段大家都会唱的世界名曲。她很害怕。是不是世界名曲？是哦，大家都会唱，对不对？好。如果你会唱，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家庭真可爱，纯洁美满又安康。快一点，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好，谢谢大家。不知道刚刚大家唱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笑容哈？如果你唱的喜乐洋溢，相信呢你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去或者现在，或者是过去和现在都有幸福的家庭。但是我想，在座一定也有人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扎心的，各种原因甚至于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但是无论你出生的家庭好或不好，感谢主，让我们出生、成长，现在还被主拣选，今晚可以坐在这里，我们一起为这事来开口感谢神。今天我在
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相信主有你的美意，主啊，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活着就有意义，能够活出美好。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以诗歌赞美你的名，以感谢称你的名为大。因你有说不尽的恩典，求你使我们有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时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除了感谢，也求主医治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曾经受过的伤害。我妈妈跟我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我阿妈到医院来看了一眼就走了。等到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就有鸡腿可以吃。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当上老师，好像不错，对不对？也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嘛。可是好像也没有人赞美我。我弟弟考取医学系，还没有当医生哦。我爷爷就说，他是我们叶家的光荣。我心里就想说，哎呀，那我是什么？还好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知道我是天父宝贝的女儿。上一代的重男轻女或者是偏心，常常带来长远的伤害，更别说是家庭暴力，无论是肢体的暴力，或者是言语上面的冷暴力，亦或是其他不能说的秘密，会在我们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伤痕。这些伤口不是随着时间过去就一定会愈合，我们只能求主来医治。所以刚刚慈宝老师也有提到，我们要打开饶恕的门。一个人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他能够为自己负责，不再受过去或别人的伤害，并且知道这个错并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也能够明白别人可能也有伤痛。这样子，神的医治才容易进入。唯有愿意饶恕，失眠、焦虑、愤怒、失控，才不会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忽然炸开，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我们自己。所以这时候我们安静心，我们自己向神来诉说，把你曾经受过的伤害告诉神，求主在2024年的年底，让我们能够解决掉我们内心底层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需要帮助，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请牧师或长职、小组长就近来为你祷告。我想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请敬拜团轻声的来唱歌。呼求，在这安静时刻，你听我呼求，在这安静时刻，你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扬起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知道你的伤痛解决了没有？一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候就解决。但是主，我相信主听见你今天的呼求，我相信众人的祷告一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你将一切临在我们身上的境遇都仰望你。虽然有时我们仍然会揪心，仍然会失望，但是我们深信你眷顾我们。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你将我们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使我们安然居住。主啊，
为着所有伤痕累累、破碎痛苦的心灵，向您恳求，求你的爱包围环绕，使受伤的心得以再次产生爱的力量。愿意饶恕过去的事，才能够真正过去，使我们不再受苦毒的辖制。主啊，求你用你的笑脸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平安。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为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我们常常说，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台语说好康还倒修补哈，所以我们当然要把福音、把耶稣传给未信主的家人，对不对？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使徒行传》16章31节，预备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再一次大声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再一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阿们。可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都知道，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耶。为什么福音进入未信主家人的心中那么难呢？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呢？或者是我们的祷告不够呢？我想请家中有未信者的人站起来，就是你家里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请你站起来。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多？我家也有哈。所以呢，如果你是坐着的，你真的是很幸福，那请你为你周遭这些站起来的人，你就举手哈，为他们祷告。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起大声的来宣告：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家人都要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看顾，主啊，看顾站着的人，主啊，他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家人，主啊，需要你的拯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救，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相信众人开口祷告必成就大事，因为我们的神必垂听。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等一下，我们请静瑜姐为我们来做这一段的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未信的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信实常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更是慈爱、怜悯、赐平安的神。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十架的恩典，领我们从罪恶中得救赎，进入神你所赐的这丰盛的生命里。主啊，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未信的家人和朋友，求神你开启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相信这救赎的福音，
也求神你赐给他们有柔软还有悔改的心，可以来明白真理，叫他们那已经被那魔鬼任意掳去的心可以醒悟，脱离罪的网罗。也求神你释放他们脱离罪恶的奴役，使得我们的家人未信的家人能够认识基督的福音，使他们那被辖制的灵得释放。求神你兴起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我们身边未信家人的基督徒们，能够成为他们福音的天使，赐下关怀的智慧与言语，将主你的慈爱、平安与盼望来带给他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0章6节，预备来。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再一遍，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这一段是要求主祝福你，还有我的家庭。好，所以我现在邀请大家两个一组，要同性别的哈，两个一组。那请你不要吝啬，大声的为他来祝福，好吧？可以走动啊，可以走动。我们要从头唱。是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从头来唱。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
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24章15节下，大声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我们都愿意全家一起来侍奉他，相信神要赏赐丰富的恩典、慈爱、祝福，以至于千代。谢谢。阿们。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转向神，求主的恩典怜悯再次临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台湾的每个角落，带来更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呼求，我们要大声来呼求。我们同行在你面前，用祷告寻求里面，我们专你所有的恶行，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你下父神的心。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再次回转向你，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的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人的兴旺，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的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人的兴旺，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
经节，历代志下7章14节，我们一同来念。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的平安来祷告，求上帝亲自掌权在我们的国家上面，求主赐下平安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赐下智慧在我们的执政首长上面，保守我们的国家在国际地位上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不被打压。我们一同同心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将我们台湾的平安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保守我们这片土地，主天的平安，使其内外的争端与分裂。我求你加力量跟智慧给我们的支配长本者，使他们敬畏你，以公义来仁慈来治理国家。主啊，为我们的人民来扶持。主啊，我们恳求你再次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使台湾能够在全世的事务中成为和平的世界。亲爱的天父，这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赐下真正的平安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使我们的国家在这片土地，无论是政治、社会及文化，都有你的看顾与保守。主啊，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的执政首长及各级的政府官员，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能够有正直公义的心来造福人民。主啊，求你来感动他们的在施政当中寻求你的旨意，行在你的道路上，成为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的国家正面临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待遇跟挑战。主啊，求你再次开路，使我们的国家能被国际社会尊重并接纳。主啊，求你亲自引领外交的关系来发展，让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能见证你的恩典与祝福。主啊，求你赐下平安，使我们人民安居乐业，保守我们台湾人民在你的爱当中合一，彼此扶持，共建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福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神灵的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接下来，我们为着我们台湾的经济及福音的广传来线上祷告，求主祝我们台湾的经济能够突破重围，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台湾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出口。我们一同同心大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台湾的经济繁荣来祷告，上帝赐下智慧跟智慧，帮助我们的领袖还有人民在我们挑战中找出更多适合我们人民的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造社会及经济层面，愿上帝的爱促使来我们每个家庭社区，激发更多人来认识真理，经历起来。我求你再次兴起我们的教会，成为光和盐。
起来线上祷告。主啊，求你再次兴旺我们这片土地以及各样的产业上面。主啊，你来保守我们的农业、科技、我们的贸易能得以得到稳定，让我们的资源得以得到公平跟分配，缩短贫富间的差距。主啊，是给我们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得以稳健的发展。不但带来更多的财务上的收入，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我们台湾在经济、科技各方面都能够有全面的发展，人人蒙福。主啊，我们也相信以你的赐福，在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财务上有压力的家庭都要得到突破。主啊，我们更相信我们每天的需要都因着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而不是匮乏。主啊，我们要更为我们台湾的百姓灵魂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福音再次光照我们台湾这片土地，让更多人来认识你、信靠你。主啊，台湾的社会在忙碌与压力当中，许多人失去方向。主啊，求你的爱来触摸他们的心，赐下真正的平安与满足。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传福音的器皿。主啊，求你再次兴起台湾的众教会，出我们的口，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见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主啊，愿你的国度再次降临到我们的台湾，让每个家庭都充满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主来掌管我们全地。愿主的怜悯一直来这个地方，愿你带怜悯医治这地，主的荣耀再次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你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时候，我们为我们全世界的和平来祷告，为正在经历战争跟灾难的国家来祷告，也为我们全世界的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来祷告。愿上帝的国再次降临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为着我们世界的和平向你来祷告。愿上帝你的慈爱跟公义覆盖我们的国家、世界，平息战争跟纷争，为正在经历灾难的国家恳求主你上帝的安慰与援助，带来希望与医治，也为全球的经济稳定祈求智慧。愿各国的领袖能够同心协力，来减轻贫困与困难。恳求主上帝的国度降临，使和平、公义、爱来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万民在你的光中得以安息与恩典。愿上帝你的旨意就在天上，成为万国的盼望。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在你合一的在你面前，为我们台湾与这个世界再次向你献上祷告。主啊，这个世界在某些国家正在经历战争与灾难，许多人流离失所，人民因着战争使他们过着饥饿、痛苦、失去亲人、心灵破碎的日子。主啊，求你再次止息战火，安慰受苦的百姓，为和平来开路。主啊，求你再次感动各国的领袖，赐给他们智慧跟怜悯，使他们以和睦与公义来治理国家。主啊，我们也要为着全世界的经济再次向神你来祷告，求你来供应我们各国的需要，特别是那些贫困与灾难中的国家，让这些国家能够远离贫穷跟灾难，使他们在经济上得以复苏，
让人民能够安心的生活。主啊，我们渴望看见和平再次降临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不再有战争跟流血。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怜悯，让我们的爱再次触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兴起各教会，使我们成为传福音的见证者，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每个人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会因着耶稣的爱带来盼望跟安慰。主啊，恳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呼求，我们一同站立来唱。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再次呼求，阿爸父，设立的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时候我们要一起为我们富祥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富祥教会是一间蒙福的教会，是以你的名设立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富祥教会在过去的48年经历了高山与低谷。谢谢你感动了许多的会友，让他们将他们生命诚心的摆上。也求你在这时候再次为我们的内心点燃复兴的火，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舞蹈，以赞美
特别为了我们的所有的会友谦卑的服侍教会，让我们互相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尾声，我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求你挪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让我们去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没有你的恩典跟怜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宣扬主你的福音。主啊，你在你的话语中答应过，你要给谦卑的人恩典，恳求神将你这神圣的恩典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将要用我们的一生来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所有人能谦卑地跟随主你的指引，不论遇到任何的拦阻，我们都不动摇；不论遇到任何的试炼，我们都不惧怕。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富强教会在我们这个城市、台湾这个土地得以站立。主啊，一间健康发展、有生命力的教会，不会只追求建立壮观美丽的教堂，而是要追求福音的国度。主啊，一间神所祝福的教会不会消极守成，而是应该积极去扩张神国的境界。主啊，一间传福音的教会不能只有享受属灵前辈开拓的成果，而是我们每一位会友应该不断的操练。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富强人都成为传福音的精兵。主啊，我们要按照你的话语来行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抢救每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求神亲自掌权，让我们富强教会从这个时刻开始再次复兴，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翻转。主啊，我们现在需要你，更胜以往的任何的时刻。主啊，这个世代所有的时间都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丰富的怜悯与恩典，宽容而仁慈，强壮而全能，直到今日。感谢主仍然为我们在征战。主啊，求你来唤醒我们警醒的生活，倾听你的话语，并愿意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作为，让我们有勇气说出真理，为福音跨出去，帮助我们不再保持沉默，而是要透过你的智慧与爱，完成所有的事，在每一天荣耀你的名，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赞美。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牧者、长职团队，还有所有的服侍团队来祷告。主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合一的工作。主啊，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牧者、长职团队，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服侍同工，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看顾我们，为我们所有的奉献，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他们恩典，谢谢，把那个责任加在他们身上。我求你赐给他们谦卑的心，他们愿意紧紧的跟随，看不照着自己的旨意走，不要按着神的心意。哈利路亚！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同工来祷告，为我们这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主啊，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祷告。亲爱的父神，接下来为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每一位服侍同工来祷告。主啊，求你掌权在我们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的服事上面，使用他们的教导，帮助人更像你。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牧者的生命，求你帮助他们对主敏锐，而且教导人更像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位牧者有一颗敞开的心，以及温柔顺服主的灵。求神你来吸引我们所有的牧者，让他们在与主亲近的个人的时光中，有人得着更新与复兴的灵力，且从神这里来领受我们个人侍奉的方向、意向跟教导。
主啊，求你能够加添能力在我们所有的牧者身上，让他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我们求你兴起更多的代祷者来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使神在牧者的身上得着极大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赐给牧者能看得眼，借着成圣的荣耀与丰盛，让他们洞悉我们所信的是何等的大有能力。主啊，并让他们常常从你这里来领受启示，使他们渴慕神复活大能的彰显，让我们富强教会真正能宣扬你浓美的恩典。主啊，接下来我们特别为了我们长职团队、我们所有服侍团队的首长以及同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都明白，我们都是被呼召的，在不同的职位来荣耀主圣名的人。主啊，使徒行传1章第8节是这样记载：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充满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直到天涯海角，要为我做见证，让教会每一位长职跟服侍同工都不是单干个人，而是做圣灵的工。主啊，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行，让我们所有的长职、服侍同工都可以得着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在所有服侍的过程都有神的智慧，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每一位服侍同工，我们所传讲的都是造就人的话，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都有来自神赏识合一的灵，不分彼此，只为福音向前奔走。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即便碰到瓶颈跟软弱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持一颗喜乐的心，越服侍越甘甜。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兴起我们新一代的青年的服侍者，为主发光。我们这一件重要的使命，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开口来祷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为了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亲爱的天父，这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充满诱惑跟迷惘的时代，许多事情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也没有道德的界限。主流媒体正在占领他们的思想，设计颠倒是非的陷阱。他们容忍圣经所说的罪恶，许多年轻人丧失绝对真理的眼光。这时候，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漠视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确信，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会一起为了我们兴起年轻世代，我们来祷告。我们要积极邀请他们走进教会，鼓励支持他们为主方高，为自己委身摆上。主啊，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需要帮助来认识真理，以及要建立一个安全的界限，而不至于混乱。从神而来的种子必须种在他们的心中，并且用神的话语来灌溉他们，以致他们都可以敬拜神，来服侍神国。主啊，你奇妙的工作就要成就在我们富强教会提摩太牧区和基甸牧区的青年，使年轻的一代与神有更紧密的连结，让神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扩张他们的境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不同形式的服侍。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许多的青少年、主日学的孩子来到我们的富强教会，他们的未来也将成为我们教会的柱石。求你让我们每一位会友把陪伴他们、培育他们当成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求主让我们以信仰为根基，用你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如但以理，纵使在混乱的时代，仍然遵循你的真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会友、信徒都学习主耶稣的样式，透过你的话语，行你所喜悦的事。
就让我们能够一代传一代，让所有的信仰都有美好的传承与建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社区的关怀事工来祷告。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现在一起大声的开口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弱小的这些肢体社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看顾我们。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我们为了我们社区弱小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社区关怀的工作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时候我们诚心为了我们富强教会的社区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神，你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不单有上帝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恩典所领受的恩典分享出去，在我们富强教会所在的社区、城市跟国家，任何有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福音传扬的精兵就会完全顺服你的差遣。任何一个需要关怀的家庭，我们关怀陪伴的团队就会传扬主你的爱带到他们家庭当中。任何一位内心忧郁软弱的人，我们中保代祷的祷告大军就会迫切的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富强教会可以推动这么多的社区的事工，感谢你让社区音乐班长期以来用音乐、品格教育、关怀陪伴来服侍许多我们社区的孩子跟家庭。谢谢你感动我们48国子学院的所有的同工老师，在我们教学的第一线，用爱心来浇灌许多需要陪伴的孩子，他们无私的付出他们的时间与恩赐，这就是回应神恩典最美好的见证。我们要特别感谢你，在今年感谢我们基甸牧区的弟兄姐妹几个家庭，带着信心跟祝福前往台北去宣扬福音跟服事。我们确信神的国度是没有边界的，我们确信神的祝福是不会受到空间限制的。感谢主，今年我们富强教会跟我们自强里的所有的事工，从我们单一的场次，我们扩展到我们一系列的关怀的活动。我们不单单是看到我们活动的成效，我们更看重是神你大能的展现跟影响力。你让我们整个教会的会友透过走入社区、走入人群，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看到我们在地的需求，我们才能将神你赏赐美好的恩典更加坚定的分享出去。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努力活出像你爱世人一样的爱样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为了我们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每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是我们回应神最好的方式。我们要让合一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的合一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让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主啊，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为了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我们一个人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以弗所书第4章4到6节告诉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里面。我们富强教会的牧区小组跟团队，就像许多肢体一样，我们不同的肢体要互相的关怀。一个肢体受苦，所谓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亲爱的父神，我们承认我们无法靠自己成圣，我们也无法单靠自己的
努力成就你的旨意。但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赐下合一的灵，浇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以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众人当中，让我们同感一灵，放下自己的成见。主啊，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自以为有智慧，在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认定你，你必引导我们走当行的道。基督的肢体合而为一，百体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联络的合适。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叫我们合而为一，彼此相爱的神。愿神你所有满满的爱充满在我们富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叫我们懂得彼此相爱，更要照着主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叫我们懂得表达欣赏，也乐意彼此扶持，叫我们看见别人的优点，也接纳别人跟我们的不同。愿主的真理藏在我们众信徒的心中，生命的见证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福音的传扬成为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为着我们教会迈向50周年的预备，以及共同的愿景，合一的愿景，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为了我们教会50年的主啊，谢谢你，为主啊，谢谢你为我们50年这些事情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看顾我们有共同的愿景。主啊，谢谢你，我们有合一的灵在我们运行当中。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父神，最后我们要为了我们富强教会即将迈入50周年这个丰盛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我们富强教会所发展的每一步都有神你的祝福，我们富强教会成长的每一步都有神你的看顾，我们富强教会未来的每一步，我们更确信有你的同在。57年不仅仅是一个年份的数字，更代表神你美好的印记。父神，求你让我们教会的牧者长，直到每一位会友，我们有合一的灵，我们一起携手朝向共同的愿景目标来前进。主啊，我们知道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求主亲自来掌权，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有软弱疲惫的时候，求主亲自来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在有奉献感动的时候，求主亲自动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甘心乐意的分享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恩典。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为了举办盛大的庆典而存在，教会也不是为了展现我们的能力而存在，我们只为了一件事存在，就是宣扬福音。主啊，求你夺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让我们用最纯洁的心来筹备我们50几年的所有的工作。求你兴起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会友，点燃我们火热的内心，站起来，共同为了50几年向前奔走。我们诚心期盼神你美好的祝福，让我们富强教会再次转化，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成为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成为一间重视会友灵命成长的教会，成为一间真正荣耀神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的基督名求。我们副歌再来一次，复兴的火。向合一的宣
灵的火，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把我烧在主祭坛，把我烧在主祭坛。把我烧在主祭坛。哈利路亚！开口赞美主。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寒冷的夜晚，就真的有那个跨年的感觉，要迎接新年的感觉。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今天的这个祷告会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们大声来念一次，预备，来。好，既然是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我们给隔壁也同样来祝福说，你要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来。感谢主，我们谢谢代表团队带领我们走上一个2个小时的丰盛之旅。我们要请同工帮我来看一个小档案，另外一个档案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这个分享年终祷告会的主题的这个图卡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要请大家来稍微来读一下看见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下一段主题经文以赛亚书63章的7到8节，我们如果看到了，可以一起来念一段。来，预备，来！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及他的慈爱和美德，并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的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第8节他说，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好了，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示这段经文是说，先知以赛亚回顾了神对以色列的慈爱跟恩典而且强调上帝如何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段经文是强调神对他子民的丰盛恩典跟怜悯。神来看见他们这群子民愿意能够归向他所以呢，神的救恩不只是物质的供应了也许是心灵的拯救。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进入丰盛，领受祝福。那丰盛这2个字看起来蛮抽象的看起来蛮抽象的，但是其实这个丰盛是因为你亲自经历了，那这个祝福才会临到你。有一个小故事说，在一个沙漠在一个沙漠在一段很长很长都是旷野，没有任何的树有一间小小的一个庇护所，一个小屋子。这个小屋子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里面呢有一个水匣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一个水的抽水的一个机器，那旁边呢放了一瓶水在那边。那这一些经过旷野的旅人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真的口很渴，对不对？但看到那个
房子里面只有一瓶水，他就口渴的不得了，所以就很想说一瓶水就把它喝下去，那就解渴了嘛哈。那他旁边写一行字说，请你这一瓶水不要喝，要把这瓶水啊倒进去那个水盒啊内底就那个舀水器，这样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水。经过了这些旅客哈，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可能就直接把那一瓶水喝了就走了。但是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走完全程，因为在后续还有很多需要水的地方。但是他说，当你把那一瓶水倒进去那个抽水器的时候，哇，原来我们知道有一些叫做水压的原理，然后那个虹吸管的原理，它就可以舀出很多在地下里面的水，然后你可以充分的喝，包括洗个脸哈，而且还可以装上你自己身上的瓶装的水，然后你要再留一瓶水放在那边。那我们人常常会有软弱，想要我自己丰盛就好，但是这个小故事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丰盛是起先要先给予，起先要先给予。弟兄姐妹，我们即将要迎接2025年哈，2025年，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一起来学习的是，神他给了他的怜悯跟丰盛的慈爱，通常是施予的。从这个饮水的小故事，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丰盛是因为有人愿意给予，那这个丰盛就给不完。我们感谢主哈，这一次我们教会举办了这个圣诞市集哈，第一次是卖很多好吃的东西，一些物品。那第二个礼拜就上个礼拜六，我们举办这个圣诞节的市集。哇，前2个礼拜我们就很多弟兄姐妹就愿意把家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拿出来。哇，每个小组每个牧区就开始整理。哇，原来我们家里的好东西一大堆了哈。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在你家里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别人看见了，哇，好像寻到宝一样好像寻到宝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分享的分享，买的买竟然有7、8万块。有7、8万块，真的是很感谢主哈。那这些钱我们又不是留着自己用，我们要准备要跟这个社区来一起分享。这个社区有很多隐形的、看不见的，可能他们的家庭很弱势，有人是单亲或是独居啦。当我们拿这些钱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大的意义吗？你看有3重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家里面本来放在那边根本没用的东西，竟然变成有价值，对不对？第二个，我们东西就捐出来了。那我们第二个是我拿了一点点小钱，竟然可以换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在我家。那天我看到很有趣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姐妹她就买了一个老人家在洗澡用的座椅了我就问这位姐妹说：“哇，这个椅子看起来很漂亮，是在干嘛？”原来是在有老人家他要洗澡的时候比较安全，对不对？那个洗澡椅问他好像不知道卖多少钱了，100块。那我那天我去大树不是大树小组，是大树药局大树药局他那边那个空地就摆了好几个像类似这样的洗澡椅。我一问哇，要好几千块，1、2千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花一点小钱，然后买了一个物超所值的东西，这是第2种。第3个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来放在家里面藏在纳物柜里面的，竟然拿出来，竟然可以换成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社区一些弱势者。你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变成3种祝福，这是我们觉得这个迈向丰盛就是一种物质的分享的丰盛那第2个，牧师觉得最近我们教会
也享受了丰盛。除了前上个月我们一起在庆祝，就是我们举办了50几场的幸福小组的聚会，我们说有办了50多场的小型的布道会，对不对？后来我们有30位弟兄姐妹来受洗，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丰盛跟祝福了。因为神让我们在福音上领受丰盛，领受祝福，因为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小组，一共8个幸福小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福音团队，我们的小组办那个福音茶会，然后将神的爱分享给他们，这是另外一种丰盛。那还有这2天，牧师也收到一个也蛮丰盛的消息了哈。我们教会呢，在大概9月左右，9月的时候呢，我们举办，就是说公报社举办那个抄诗篇，抄诗篇的这个活动，一天抄一篇，要抄那个150篇呢。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报告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愿意参与抄写？如果要的话，来跟我们的办公室登记。哇，那么就3本都买回去了，一组要600块。然后大家鼓励说，你如果来得及，在11月底能够把三本这个我们的诗篇抄完，那我们就可以去参加公报社的一个甄选的动作。你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写完呢？三册150篇的诗篇，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写完？你知道吗？一共有35位，为他们鼓掌一下，35个。而且那天呢，公报社的同工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们教会怎么那么多人写诗篇啊？我们全台湾才收60份，你们教会写了35份，超过一半。”所以他说抽奖一定是很多我们被抽到，对不对？因为按照比例抽，我们已经抽到，原来真的我们教会得了2个团体奖，而且有4位。我们4位抄写35个，有4位得奖这抽奖，我们也恭喜他们那个公报社的同工问我的时候，我就给他回答说，其实我们真的原来也不是为了争取多大的一个什么礼物啦、荣耀啦，我是跟他们说，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是为了建立一个平常灵修的习惯。因为有灵修的习惯，你才会去读经嘛你有灵修跟神亲近的关系，你才会抄圣经嘛我还用一个例子说，我看到我们家谢牧师也在抄他也在抄的时候，他说一天不抄后觉得好奇怪，不知道什么事情没做好，好像没洗澡的样子所以他就一直抄这样子我就跟这个志光的同工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有的抄的手都酸痛有的眼睛花了，但是他们就觉得抄圣经有得到很多的感动。其实不只是35位抄的诗篇啦，我们的松联团契也推动抄箴言这个礼拜天他们要举行那个感恩奉献，然后他们一共有姐妹听说最高抄30本，你看不得了，30本多少不得了然后30个人抄，他一个人把它解决掉了说他们要在礼拜天也奉献给神。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些都是让我们一起领受丰盛的一个兆头啦，也是让我们看见，其实很多的丰盛是因为我们有付出。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主题说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我们真的要进入到神的丰盛，如果没有，你好像在门外所以我要用1-2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对照的经文了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是的，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祝福，我们有时候会被魔鬼抢去我们那个，比如说给你很多的挑战、私欲、软弱。但是在
主里面，我们会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是生命的丰盛，就是在主的话语的丰盛。第二段经文，腓立比书4章19节，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满足你们一切所需。我们一般的人都是有一种先有的观念，就是说我是要先求物质的丰盛，我要先求我自己身边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常常在提醒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基督徒有更高的层次，是因为我先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然后那一些随过来的物质，神就要分给我们，要分享给我们。所以他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换句话说，当你在神的丰富里面，你就没有什么欠缺。即使在物质上觉得不够，但是你在主里面是得满足的。最后一个，哥林多后书8章9节，我们一起来。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素是，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是因为主耶稣是富足的。我们常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会这样见证说：我的董事长就是丰富的阿爸父，我有什么好不足欠缺的呢？我有什么好惊惶害怕的呢？就像这样，我们主耶稣因为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他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到耶和华是的，愿耶和华这位牧者，他让我们不致缺乏，因为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领我们在安息的水边。迎接新的一年2025年，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这一句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是真的实践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愿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个国家，这是进入丰盛领受祝福。大家有阿门吗？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也是进入丰盛领受。好，再来，我们愿我们个人，我们的家一起来进入。是的，我们要一起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要个别服事祝福的时间。牧师一个简单的说明哈，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要邀请我们的长老、区长，还有区长夫人哈，因为我们是牧养的，还有执事，还有团队的首长，还有小组长跟小组长夫人。等一下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站到前面来。这一群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带领者，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祷告。然后祝福祷告完呢，我们会请我们的长老，还有区长夫人，还有我们的师母，还有3位牧师，我们都留下来，开始为我们全部弟兄姐妹做第2阶段的祝福祷告，而且是个别的服事祷告。那等一下第2阶段我们这一群同工要服事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接近一点，所以我们会请我们的同工戴上口罩，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还有一个，当我们全弟兄姐妹都来到前面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被同性的弟兄或者同性的姐妹或是服事的时候比较自在，你就自然走到，比如男生来给牧师服事，然后女生来给事业牧师服事，你们就可以自动分队。那我们的已经服事过的执事还有我们的团队首长，我们就可以安排帮忙带领这一个顺序的这个顺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预备请同工来带领这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然后我们要请再一次长老、区长夫妇、执事、团队首长跟小组长夫妇，然后站到前面来。我想要改变一个动作，就是面向大家，
等一下要请你们举手为他们祝福哦，哈。好，我们再请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预备。可以面向大家，我们请面向大家。献上生命给我爱的耶稣，站到中间来，好不好？有人多可以2排。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来，一起来，站到中间来，同工都站在前面，来站到中间来。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站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我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弟兄姐妹，牧师这个时候要邀请我们所有的会众来为我们前面就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为他们祝福祷告。第一个，求主赐下同心合一，看见神的呼召，看见神的意象。我们这些团队，无论是牧师、长职，还有我们的区长、小组长，还有我们的事奉团队，大家同心合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在神的圣工里面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为他们的灵命丰盛来祷告，进入丰盛，领受祝福，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榜样，教会的领袖成为我们的所有人的榜样，为神服侍，大家一起愿意，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说：神啊，让我们有顺服的心，因为有顺服就会必蒙福。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起立，好不好？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为我们这一群领袖同工献上祝福祷告，同心合一的心，丰盛的灵命，以及愿我有顺服的心，接受我们这一群领袖的带领跟指导。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神啊，愿你的灵进入到每一个领袖当中，愿他们所做的侍奉能得神的祝福，得神的力量，得神的平安，得神的灵大大的祝福恩典恩膏在他们身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他们有合一同一的心，看见主耶稣，我们也能够同心合一，我们愿意顺服他们，让他们的带领，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产生。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弟兄姐妹，第二个祝福，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前面的这一群教会的领袖，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丰盛的事业、美好的家庭、喜乐的心，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职场上做美好的见证，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在教会参与侍奉。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做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喜乐在我们当中，平安在我们当中。神啊，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我们的领袖，神啊，是给他们健康的身体，有强壮的身体身心，有喜乐的灵，特别是给他们求神给他们工作事业都兴盛，主啊，让他们看见这一个服事是神所祝福的，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喜乐在我们当中，能力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你的喜乐平安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你。这一个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领袖带领者，他们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做的每一样都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在社会，在他们每一个岗位都为主来发光，也赐福他们在侍奉的单位。无论是长职，无论是区长、小组长，我们的侍奉团队有一群美好的同工，大家一起同心服事，一起传福音，一起见证神为主发光。我们为他们做祝福祷告，一起来个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神啊，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神的恩典满满，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大家在主的恩典之下，赐下平安喜乐，赐下祝福，让他们有一群美好的团队，一起为主来奉献，一起来祝福。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一群可爱、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成为我们教会的领导者。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因为每一位都是神特别所呼召的，无论是在牧者的岗位，无论是在长职的岗位，无论是在牧区小组长的岗位，或是在侍奉团队专业的侍奉团队。神啊，你兴起了每一位愿意顺服你、愿意接受呼召、服侍你的心，愿神亲自来遮盖跟扶持，让他们不会遇见任何的挑战或是恶者的攻击，也神圣灵亲自的保护他们，让他们所做的策划、所做的领导、所做的安慰、所做的教导，神赐给他们能力、口才、智慧跟喜乐。愿神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接受我们这群领袖的指导、领袖的带领，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顺服就蒙福的心，让我们教会因着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智慧，我们迈向50年，有更多的产业来奉献在主面前。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领袖，我们的同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用拍手来祝福他们。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祝福过的弟兄姐妹，除了长老、区长、牧师、师母留在原地，我们排成一排，稍微宽一点的哈。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走到前面来。我们每一个我们在场的同工可以戴上口罩，没有口罩的可以给我们同工来拿哈。然后在唱的时候，我们各自不用挑选的，就因为你有信心就被得祝福。每一个服事都是有效的祝福，有效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没有口罩的可以戴上口罩。我们开始在唱上一次诗歌，在一唱的时候，唱完诗歌我们就用音乐继续，我们就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服侍完了我们再做唱诗歌结束，牧师来祝祷。我们开始了，来开始。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的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前面来一起做祝福祷告，没问题。有空位就进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慢慢来，一个一个来。我们请祝福过的同工来帮忙协调，帮忙带领，帮忙引导。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你们的祝福，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奉你的圣名祝福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的医治，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恩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
利路亚，赞美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你的恩典是我的一世同样，你对圣洁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是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和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顺服，因你的恩是我的一世红，你对宣告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事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的灵，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愿神悦纳我们的祷告，愿神应许我们的祷告。我用信心来到主面前，用信心来到主面前，神的祝福要临到你，让你进入丰盛，领受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每一个祝福都临到你，这个祝福要临到你，感谢主。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是乐地跟随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的悦纳每一个人的祷告，祝福祷告、医治祷告、平安的祷告、喜乐都降临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没有的赶快过来，还没有服侍到的请到过来。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力，你的宣告没有怀疑。年终的祝福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哈利路亚！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
生命，让这世人忘记。大家都一起唱啊！大家都一起唱。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不要忘记，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死不要忘记，如何会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服侍者在原地就好哈，我们的服侍者在原地就好。十字架跟随你，耶稣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献上大家一起大声唱。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择没有怀疑。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从头来。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我留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息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人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息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手感谢主。这时候，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愿今天年终祷告会，每一个人开口向神颂赞的，每一个人开口向神祷告的，每一位接受服事祷告的，神的应许都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愿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还有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都真的是进入丰盛，领受神大大的祝福。感谢主，谢谢父神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丰盛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同心聚集，没有外面的风寒，而在这边充满了火热的祷告。神啊，我们确信，当我们为个人认罪，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世界，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神啊，或许我们的语言不足，或许我们的力量不够，但是神，当你施下应许的时候，这些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这些应许就要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神啊，愿我们富强教会就是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神啊，愿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努力宣教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爱社区、关怀社区、将主的恩典分享给社区的教会。主啊，我们要迎接50禧年，我们心中很大很大的期待，能够在各方面为主来做见证。神啊，求你赐下智慧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呼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动起来，因为缺一不可，每一位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位都是神的门徒，每一位都是神的精兵。让我们同心合一，迈向50禧年，为主来建立更大教会蒙神恩典的产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同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到我们当中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所有的会友，在外地的会友，都蒙神三位一体神的祝福。愿国度、荣耀、权柄都归给神，也一切平安喜乐归给每一位我们热心奉献或热心祈求在主面前祷告的弟兄姐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隔壁祝福说：进入丰盛，领受祝福。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